有77年历史的嘉义市游民收容所是一栋结合日本和西洋风格建筑。嘉义市开2栋外整修了后，嘛希望会当成做地方创新甲社区的育成中心。建筑师甲师傅讨论空间修复的细节。这间1943年起的游民收容所，内底阁会当看到当初关人的所在。负责修复的建筑师表示，要甲旧的物件加上新的元素。阮想讲，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吼，是咱这个时代做一个新的储备顶，吼这个储备顶呢，用咱的迄种较开放的方式，吼原本是关起来的门，甲拍开，吼一间厝变做2间厝。这过去捌是地方的协会社的办公厅，地震了后正做关刀兵收容传染病人的所在。嘉义市政府开2栋外修整，即马已经完工。透过文化部的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，我们把它打开了，做了一个很好的修缮。这个很好的修缮呢，让我们今天看到有新旧建筑的融合。嘉义市文化局表示，这个所在过去是嘉义工业发展的重要场所，未来嘛希望会当加做市民关心公共事务、培养地方创新的新基地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